由立委林俊宪甲台南市新来台湾自由会合作发起的关键爱心文旦的活动，12号上午伫安南区公所头前来举办第3波的捐赠，包括立委林俊宪、议员邱兆胜、黄丽娇、蔡丽青，甲媒介公益团体、农友拢共同出席，总共认购600箱的文旦，要捐予公益团体。爱心捐赠油啊，来到安南区我特别感谢到在地的区兆成议员、蔡丽青议员、甲黄丽娇议员阮做伙以及联合其他有9个慈善团体准备来赠送拢总600箱的油啊。互更较侪家庭，互更较侪人，大家当共同欢欢喜喜来过中秋。同时嘛，等于做一个平台，顺续搁斗骹手帮忙着咱的游农会当互台南这是咱将特殊，咱在地上好食这个毛豆文旦会当去共同做伙来推广，嘛散播着更较侪爱心到更较侪所在。伫第3波的安南区爱心文旦捐赠的活动。总共有保生慈善会、台南市东滨爱心会、自闭症关怀协会、老成麻痹之友协会等团体收赠。立委林俊宪表示，未来嘛将举办更较侪爱心活动，希望有更较侪人来参与，持续为社会来送爱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